個粵語方法要怎麼說啊？我知道方法，唔係，係計仔，啱噶啦。咩啊？明明係符 fit。你係咪講咗句英文啊？咩英文啊？舊陣時嗰啲導師最緊要嘅道具咪就係個符同埋個 fit 咯，兩樣都冇晒咪做唔到嘢咯，咁咪冇晒符 fit 咯，或者冇晒符。那太陽穴粵語怎麼說？太陽穴係咯，太陽穴咯，唔係，係混精。那形容對這件事很在行呢？厲害、犀利、殺食。形容挑毛病這個行為呢？挑毛病、挑刺、抽清。那形容很偏僻呢？偏遠、偏僻、隔涉啊。形容有狀況呢？有情況、有古怪，唔係啊，係有景轟。喂，老嘢，你講嗰啲詞好似粵語殘片先會出現嘅喎，你嗱聲記低添啊！如果唔係到時都失傳啊。那形容人很笨啊，蠢、笨實、死蠢、戇居、懵丙、水魚、雜戇、木薯、木嘴、木契、好襯、懵盛盛、傻傻地、黐黐地、低低地、索索地、小快潤、豬揼兜、十下、人搶冇藥醫，醫翻變白痴。講住咁多先啦，其他出唔到街。居然那麼多形容詞，廣東人